社會不斷咁發展同埋進步啦，創新往往係企業成功嘅主因。中小企一般咧嘅架構比較精簡啦，又靈活性啲啦，咁係比較容易因應社會嘅動態同埋市場嘅情況咧，作出一個適當嘅部署，可以化危為機嘅。咁所以中小企喺營商嘅道路上邊，佢係需要揾值得信賴嘅營商伙伴，千祈唔好單打獨鬥。我哋生產力局嘅 SME One 係為所有嘅香港嘅中小企咧，係提供一站式嘅全方位嘅營商資訊。我哋由開幕接近4年嚟咧，已經超過咗4萬家嘅中小企咧嚟使用我哋嘅服務。為咗更加配合而家急速嘅市場節奏，我哋最新推出咗一個叫做中小企好幫手嘅智能手機流動應用程式。透過手機咧，就好似置身喺 SME One 一樣，輕輕鬆鬆咁掌握所有政府嘅資助計劃同埋生產力局各項嘅服務嘅資訊。我誠意推介俾大家。